嗱，如果行人喺馬路度唔遵守規則，攝車啦，責任喺邊度咧？當然，如果個人企喺彌敦道中間，作為一個司機，你都係唔應該撞到佢嘅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如果佢攝車啦，個人梗係有責任啦，但係架車咧都有機會有責任㗎。視乎你當時係咪有充足安全嘅距離可以唔使撞到佢咧？譬如佢突然間飆出嚟嘅，你係正常速度喺啱嘅位置行嘅話，咁當然有責任嘅機會好微啦。但係如果你根本好大條路，應該留意到個人嘅。而家譬如望上去有成100公尺都係冇車冇人，冇人阻住嘅，有人企喺度，你都撞到佢，你就有好大機會有責任啦。咁嗱，法例交通意外咧，唔一定告一邊嘅，可以兩邊一齊俾人告。如果你因為讓啲緊急車輛，包括警車啊、救護車，而你撞到人或者撞到其他嘢，引致交通意外，你使唔使負責任啊？梗係要啦。任何情況之下，第一重要嘅係安全。如果因為讓架車而撞低個人好無辜嘅喎，所以你都要有責任嘅。所以你一定喺安全情況之下先可以讓呢啲車輛。記住啦。成日問我，如果冇打指揮燈而導致發生交通意外，係咪要負全責呢？但個問題其實重點唔係有冇打燈，而係撞到人係咪因為你嘅錯，係咪你嘅責任？嗱，我見唔到交通法例規定我哋香港人要打指揮燈嘅。所以重點都喺翻度，你駕駛嘅時候要小心，盡量唔好引致發生意外咯。喺斑馬線，如果仲有行人過咗你，你應唔應該開車呢？嗱，斑馬線嘅條例其實就講咧，斑馬線上邊有人，又或者有人準備踏入去咧，你都唔應該開車嘅。咁你自己諗啦。如果未行晒嘅話，你開車係有機會俾人告㗎。嗱，有啲交通燈號咧，你要特別留意㗎。係咪見到綠燈你就一定可以過啊？唔一定㗎。嗱，譬如呢啲咁嘅孭仔燈啊，你見到佢直行係綠燈嘅，如果你見轉右，咁啊中招啦，因為轉右嗰陣仲係紅嘅，即係話你可以直去，但係唔可以轉右。好啦，甚至乎只係得綠燈，係咪一定可以去咧？亦都要留意喎。有啲係讓線嘅，即係綠燈你可以過，但係出邊地下有條線係彎咗出去嘅，仲有個停車讓位嘅話，你係要睇到燈號去得，再要留意埋地下有條咁嘅標誌咧，咁你要睇埋嚟緊嘅線嘅車咧，要讓佢行先啦，冇車你先可以過嘅，小心啦。另外，如果見到有交通標誌話唔可以轉右，係咪一定唔可以轉右咧？嗱，唔一定㗎，因為有時佢下邊仲有個細牌寫住你超過幾長嘅車係唔可以轉嘅啫。如果你唔超過嗰個長度，其實係轉得嘅，得啫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咗好多要留意嘅交通陷阱。如果有其他交通法例或者其他嘅法例你想知嘅，歡迎你揾我傾，同你傾一傾。